呃，夏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特别，我今天用的这个主题，在绝望之处经历天父爱的医治。我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不晓得大家在看的时候有没有画面，就是那个画面，就是满山满谷都是骨头、骨骸、骸骨。然后有的是干的，就是非常干的骸骨，就是说死很久才会干呐，干到不行。那其实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以前会看到这个的时候，觉得整片都是白骨，都是骸骨。然后耶和华要他去说预言，说他们会不会活过来？既然不是耶和华，不是跟他讲说我要让他们活过来，他是问那个以西结说你认为会不会活过来？那以西结就回答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答案，就是你是上主，你知道，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他回答这样就比较安全一点，你说了算，你说了算。但大家要知道这个背景，在写这本在写这个以西结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在西元前大概6世纪，就是500多年，主前500多年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遭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他们整个民族被迁移到巴比伦。也就是说，他们其实那时候他们战败的时候，把很多的精英都移到了巴比伦，所以等于是他们的不能在自己的家园。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本来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是要被祝福的，结果全部的人就要离乡背井到新的环境去，然后要适应在那个地方。其实对这些人来说，本来在一个很大的祝福里面，突然掉到谷底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绝望是很大的。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不错的环境，突然变得不好，我想那个绝望你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今天要谈的时候，是要谈绝望到底怎么形成的。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好的祝福，然后变成一个被被强迫移到一个国家的这种困境，他们觉得好绝望，因为不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敬拜主。绝望可能对我们来说，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认为一定要这么大的事件才会让一个人绝望，要被整个家庭移到哪里去，你才会觉得绝望。但对我来说，绝望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对绝望有不同的看法。绝望其实很简单来说，就是你在很小的事情上，你开始放弃希望的时候，你在很小的事情开始放弃希望的时候，它久了之后一直累积，就会变成绝望。那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放弃我们的希望呢？很小的事情，如果你记得，你曾经对自己说过，算了，我不会再期待了，那个就是一个很小的失望。只要你很多的这种小的失望一直累积起来，到有一天它就变成绝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当中，你曾经对自己说过算了，没关系这句话，算了没关系。你知道一个孩子从几岁开始会告诉自己算了没关系吗？我可以告诉各位，对我来说，我们不是刻意说算了，我们就真的得不到，所以你一直要，你会很痛苦的。所以绝望的形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我来说，我是一个看起来很幸福的家庭。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对啊，我们家的组成是幸福的，构造是幸福的。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讲，他在那个环境中，他所做的决定是别人不一定能够了解的。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这句话，我说的这件事情会让你担心，我为了替你想，我不要讲。
我就失去了被你了解的机会，这个就是放弃了。那我几次之后呢，我就会不再期待你懂我了，这个叫久了就变成绝望。所以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她从小都被称赞是最乖的孩子，最懂事的孩子。后来她觉得长大之后，她觉得很闷，她就问我说：“为什么我不快乐？大家都说我很孝顺啊，很懂事，很听话，那到底我的心为什么不快乐？”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要不要听听你的声音？你什么时候放弃被了解的？你知道吗？”我开始掉眼泪嘞。他跟我讲说，因为妈妈很辛苦，然后爸爸很忙，所以呢，他每次遇到委屈，他想要讲的时候，到这里他就吞下去了，因为他不忍心再让妈妈多承担一点点他的痛。然后呢，他要爸爸的了解要不到，因为他一直都很忙，所以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自己算了，而且还告诉自己我很好。我很独立。其实，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戳中我的心了。有时候我在陪伴别人，别人也在陪伴我，因为我很认真的在听的时候，我隐隐作痛，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哦，对哦，我突然想到，我也是这样的。我开始难过起来。我跟上帝祷告说：“神啊，在我生命中有没有我放弃的东西，我算的东西？”真的有好多我还能够为我的失落找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说服自己，我很好。我跟我的朋友说什么？你知道吗？我爸爸从来不会因为成绩打我呢。真的，因为他从来不看我的成绩，所以我好好考坏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你知道一个孩子等着的是什么？你看见我，可是他就是没办法，太忙了。然后妈妈也很忙。其实对我来讲，一个孩子要接受他自己的得不到，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诉自己我很好，然后我至少没有被打，然后我还很庆幸我爸爸没有打我，然后还四处跟人家讲说我爸爸对我很好啊，因为他都不会打我。可是我会刻意的把我放弃的东西埋起来，这样大家知道，埋葬自己的需要久了就会成为绝望，骨头会干掉，就是他的绝望，他的放弃已经很久，他才会成为枯骨。你就知道说，以前的我总是认为想要帮助那些我认为很辛苦的人啊，家暴，我觉得好心疼你哦，然后被爸爸打，我觉得为你祷告，我都以为这些人是受伤的人，我需要帮助他们，陪伴他们。可是我忘了一件事情，原来我的里面也充满了很多的绝望耶。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需要主呢？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个福音、这个爱呢？如果我们一直去寻找什么真的要寻找到比你痛苦的人才需要神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那些比你好过的人都不需要吗？那些比你幸福的人，看起来比你幸福的人都不需要耶稣了吗？至少以前的我会认为说是那一些痛苦的人才需要，我忘了。其实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每一个人的心中，你怎么放弃掉你的希望的，你知道吗？你在你的心中有什么坟墓埋葬了你的渴望，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人的都是看外在，但是神在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对我来讲，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最大的祝福不是要同情你的外在不好，他要进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去看到，原来我们的内心是一个战场。我们常常讲心是一个最大的战场，对不对？心是最大的战场。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这句话。我觉得外面很顺利的人，里面可能是很大的战场。比如我本来想要讲我的难过害怕，可是我怕他会担心，我就吞下去。请问我跟自己的需要跟渴望是不是在作战？这叫拉扯，这就是战场。而这个战场通常谁会赢？乖的那一方会赢。
我的需要永远都是输的。你知道这个越乖、越听话、越懂事、越被赞美的孩子，他里面的战场可能是最多的。但我们却看不到人的内心，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却一直在看外在。我们可以很努力的让别人觉得我很好，但是我必须说，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那个枯骨是只有上帝带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到。我们常常会觉得羡慕别人，我以前很会羡慕什么样的人呢？我小时候最容易羡慕就是那些可以很会玩，然后又很会读书的人。我就觉得好羡慕他们。然后呢，家境好一点，可以他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然后人缘好，因为这个大家都喜欢跟他做朋友，我就觉得我要像他这样子，我会很羡慕这样的人。但是你知道，我成长过程中，我特别成为一个陪伴者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些我羡慕的人，他内心的战场可能是比我还激烈在征战的。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我所尊敬的一个长辈，在我年轻的时候，他大我大概7、8岁，但是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长辈，也算是辅导级，他非常优秀的一个辅导，大家都觉得他非常棒，因为他所说的，他所分享的，他的知识他是一个博士，然后他在学校当教授。那我觉得我会羡慕这样的一个很稳，然后可以信仰很清楚的表达的一个人。我必须说，我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的对信仰观、对圣经观什么的，都给我很大的帮助。但是在有一年，在差不多4、5年前吧，有一次的机会遇到他，那个时候我大概55岁、56岁，所以他大概是60几岁。那一起开会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脸色不是很好，我就问他说：“你最近身体怎么样？”他就跟我说：“失眠啦，好像安眠药已经吃的好像都没有什么帮助这样。”我说：“某某哥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吃安眠药的？”他说：“30几岁啊。”这样吃了几年？30几年。我顿时之间我有吓到，因为这是我所羡慕、所尊敬的一个长辈，所以我就用了一些时间在中场休息，我就跟他聊一下，我说：“可以说一下你，因为我的那个陪伴的那个本能就跑出来，我想要听他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1天2天造成的。”我就问他说：“那我都没有听过你的故事耶！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都听你这样讲圣经，讲什么，我都没有听过，好好听过你的故事，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你从小你会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担心？因为担心才会睡不着嘛。说从小你的担心是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的担心很简单啊，就是我担心我不是第一名。”我常常会担心我不是第一名。那我就问他说：“所以呢？”他说：“我一直都是第一名。”那个故事怎么样呢？他说我其实是在家族里面，我是非常被阿公肯定的孩子，所以他们大家族住在附近，他们常常会聚餐。只要考试过后，他就会被拿出来做榜样，然后阿公就会称赞说，大家都要堂弟、堂哥、堂姐要学习他永远都是第一名，非常优秀，给足了我面子。你说这样的孩子脸上都有光啊，因为阿公以他为荣。但是他就跟我讲说，最大的压力就是我永远要担心我不是第一名。然后有一次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考第2名，全班第2名，他非常的自责。没有人责怪他他非常的自责，以至于他不敢回家，他就在校门口站着，等到太阳下山，他还不敢回家。然后呢，他阿公找不到金孙，他所爱的孙，就叫他堂哥去找，
四处找，他以为被绑架了，然后最后在校门口看到他站在那里罚站，自己罚站，然后头低低的，他就很生气说：“阿公啊，你吹个被戏，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你到底是怎么了？”他就淡淡的讲一句说：“我考第2名。”这个堂哥火大了，就从他的头扒下去说：“我考最后第2名，我都回去了，然后就拉他的耳朵回去。他说从那一次开始就没有第2名过了，他决定不会考第2名，他就一路这样上去，一直上去，到大学都还是这样，然后研究所也是，然后最后呢，毕业了，当教授了，他开始睡不着，因为他不晓得他是不是第1名，没有考试了。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我在看生命的时候，大家都羡慕的生命，可是它里面的战场谁知道啊？你如果没有用心听，用心去倾听，你怎么会知道别人的战场跟你的是不一样的？就像很多人讲说，第2名也在那个，我最后第2名我都回去，这种话你要去安慰一个受伤的人，这句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常常会安慰人，以为我们的话可以让一个人的受伤的心得到医治，那是不可能的。就像一个考第2名在难过的人，你跟他讲说我考，你应该感谢神了。如果像你这样子就睡不着，那我就都不用睡了。你不用睡是你的事情啊。人家他在那个脉络里面受伤是他的故事，他怎么成为他的绝望是他的故事，不是你的故事。所以我们很常会用外在去赞美人，去肯定人，去想要让一个人好起来、健康起来、正向起来。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很多没有信仰，他们用什么？用正向思考，告诉你你要想不一样的，你就会开心。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我很担心的地方就是，如果连有信仰的人都跟着这样做的时候，那非常恐怖。因为耶稣的爱是要医治，不是要叫我们改变自己改变。如果我劝几句话你就会改变，那不就没事了吗？有一个弟兄来跟我分享说，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但他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感觉，因为他听完我的课跟我讲说，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他的忧郁症他快忧郁症了还没有，但是在某个教会的时候越来越严重。那个教会很大，越来越严重。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终于懂了，因为没有人懂我大家都劝我，都安慰我，都鼓励我，都加油我，因为我的条件都比他们好，赚的钱比他们多，太太也很和谐，跟他很和谐，然后孩子很孝顺。他说赚的钱又多，家庭又美满，婚姻又很好，那别人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你会忧郁啊。所以就跟他讲说，哎呀你骗人的，有的人跟他讲你骗人的，然后有的人跟他讲说你想太多了，然后有的人跟他讲说你不应该忧郁，这样子没有见证。我会告诉各位，如果你进不到那个内心，看不到枯骨，它是不得医治的。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现在懂了吧？他说对，我现在终于懂，我的内在里面这么多的绝望，居然没有人愿意听。大家只看到我现在的好，就一直赞美我，一直肯定我，一直叫我要活得好好的。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进入到绝望之处，怎么能够知道在绝望之处你需要医治呢？如果你把它埋得好好的，然后现在过得好好的，别人看到的就是那个好好的，你就永远不得医治。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是为了比看谁过得比较好，然后呢羡慕那个比较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我们就用心赶快去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啊。但是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是要遇见神，我可以告诉你，基督教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是靠自己修行，不是靠自己安慰自己，不是叫自己有另外的想法，而是诚实。耶和华上帝带着以西结去看到满山满谷的
枯骨。他说这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真的是绝望了。如果你看得到绝望，你就看得到希望。这个对我来讲又真又活的一个信仰，就是耶稣他不怕看到绝望，是因为他就是从天上从来到道成肉身，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接触这些痛苦、这些绝望，他没有逃避，他也没有讲鼓励安慰的话，他就直接医治，他没有跟瞎眼的讲说啊，虽然你活得很辛苦，但是我跟你讲哈，我还是爱你的哦，然后你继续瞎眼吧，没有，他就直接医治他，而且是无条件的。如果我以前听到有人讲绝望的事情，我会很焦虑。我焦虑什么？我要怎么帮助他？我要怎么帮助他？他说他想自杀耶，他说他忧郁呢，他说他什么？那我要怎么帮助他？这个也是很多人问我说，我都听到他的故事了，那然后下一步我要怎么帮助他？我说你停止帮助他，因为你要容许神医治他，你就不要帮助他。因为你的鼓励会让他阻碍了遇见神。你要加油啊！你像上帝这么爱你，你怎么都还忧郁？你就再一次的控诉他。你要有信心啊！所以你没有信心的意思，懂吗？你要有信心，那就表示你现在的行为是没有信心的。我们的安慰跟鼓励常常让别人跌入更深的被拒绝。这么小一件事情你就受不了，那这个。你这个忧郁太多忧虑那么多难怪神的爱进不去。这样的话是一种控诉，但对我来讲，我只要听到绝望，我会替他感到高兴，是他的诚实。所以很多人很愿意来到，在我跟我聊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很快的讲出他的绝望之处？是因为他已经等很久，没有人懂他。我蛮希望我们知道心是最大的战场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原来受伤不必是大家都一样的。你看，包括渴望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也是一种失落；期待中被成长中一直被期待形成的压力，这也是受伤的。然后压抑自己的感受，不要自己的需要放弃，这也是一种受苦。如果你羡慕过哪些人，你不要忘了为他们祷告，因为你羡慕的人可能在受苦，你不知道。有一个姐妹发了一个简讯，一个讯息给我说，那一次的主日我刚讲完，她就坐在第一排，她说：“牧师，你可能不认得我，但是我真的要跟你讲，你今天讲的有真的碰到我的心，因为我就是你说的那位乖小孩。”我就是你说的那位从来不会让人家担心的孩子，我从小就是让家里都能够放心的小孩，然后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然后以至于我都不晓得自己要什么。我都是读国立的，不管是哪一个学校的国立，然后到现在都还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我的心好累。他跟我讲，他很诚实的跟我讲，我甚至觉得，如果上帝可以把我更渴望，上帝能够把我接走。30几岁的一个女姐妹，人人所羡慕的她的学业、她的成就，可是她说她累了。如果可以的话，上帝接走我，该有多好。但是她说，今天听你讲完以后，我轻松，我得释放。我那个念头不见了。他说：“我终于懂为什么我很累。别人都赞美我，我为什么那么累？因为没有一个人懂我。”当我们的挣扎，靠自己的挣扎也好，靠着去鼓励别人也好，我们发现对方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很生气的。包括叫自己要改变不能改变，叫别人不改变，别人不能改变，我们会愤怒的。以前的我一直在想怎么帮助一个人，现在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是怎么样去了解一个人最深的绝望。
因为在最深的绝望，你才会知道，生命的主来到这个世界是要给他生命的，不是要叫他要努力改变呢，是要让他从死当中可以活过来。那我为什么还要叫他矫正他的姿势，矫正他的讲话，矫正他的态度，矫正他什么？如果矫正可以成功，我们不要信，我们真的不要来教会。如果矫正有效，你就去读那些正向思考的书，去看那些视频，你可以看到网络上充满了这种正向思考的，而没有在讲回到医治，回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今天在唱的那首歌哈，医治的爱那首歌蛮感动的，因为神的爱就是在我们的绝望的地方，在我们软弱的地方，在我们缺乏的地方，要医治我们。他没有要鼓励你说，你可以不要那么痛吗？你可以不要哀吗？他就直接把你从深谷当中领你出来的时候，你会知道，以前你靠自己的时候是跌跌撞撞的，但是他把你抱起来。如果信基督教成为你更大的负担，那真的不要信。如果信耶稣，你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被神的爱吸引来，如果你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绝望，你一定会得到祝福。而且这种祝福会让你走在对的路上，不会越来越累，是越来越有活力。对我来说，为什么陪伴别人会越来越轻松？因为我慢慢知道，我自己开始遇见神，交托软弱当中遇见神的爱，我就知道别人在讲他的软弱的时候，我不用担心怎么帮助他，因为神的爱要进到他的里面。他这么诚实的，不在此时，在何时？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我觉得其实照顾陪伴别人最大的困难是拒绝承认自己的软弱的人，我真的帮不上忙。因为你问他，他说我很好，我很好，那我不会强迫说你不好。我说谢谢，那就先这样子，没有，我尊重你，你很好。可是呢，我不会放弃的。曾经有一个姐妹就是说，她就跑来这里跟我讲，牧师，我真的不晓得我需要耶稣，哪里需要耶稣啊？因为我很好啊。我说，可以讲一下你的好吗？她说，我们家从小都是和谐的，充满了笑声，特别是晚餐的时候，我最喜欢，因为全家坐在一起哈。你看哦，有的人爸爸太忙不能回来，我爸爸一定会回来，妈妈一定会在，然后兄弟姐妹都在一起，然后吃饭都有欢乐啊，有笑声啊，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很开心啊。这样的家庭，我还能够求什么？你听听看，如果你的家庭是常常不能在一起吃饭的，然后在餐桌就吵架的，你听到这个会不会羡慕？一定羡慕的。然后你就说，这种人需要什么福音？啊，偏偏我就不会羡慕。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你在讲的好，这么好，全部都好，那难道你都没有一点不好？那不好跑哪里去了？我的好奇的心就跑出来，我就看这个姐妹，我说，不错呢，你可以有这么和谐的家庭生活，其实很棒的事情，大家都渴望。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小在学校啊，在生活啊，都一帆风顺，早上到晚上都没有发生一些鸟事，是吧？然后我就反话问他说，他就跟我讲说，怎么可能？一定会有一些被误会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多多少少都嘛会，跟朋友之间冲突啊，跟什么都会有。我就问他，你回去在欢乐的时光你会讲吗？会不会？不会。那我说啊，你哥哥姐姐在学校比照办理都很开心，24小时。他说不可能啊。他说他们回去会不会讲？不会。哇哦，一直讲啊！我就问他说，所以你觉得这个家里面最懂你的人会是谁？他想了一下，开始掉眼泪了。他们常常跟我讲说，牧师跟你讲话你都要给人家催泪。我说我只是问他谁最懂你而已，你就哭了。我有叫你哭吗？我没有，他就哭了啊。圣灵就感动他，我就跟他讲说，所以其实要维持和谐，需不需要代价？要，就是我要承担自己的痛，在门口就要把它吞下去，再能够进去。我为了不要做老鼠屎，
坏了整锅饭，所以我要吞下去。比照办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时候，这个家庭好和谐，对不对？如果我们懂生命的代价，我们常常要得到爱的代价，有可能就是我们最受伤的点。你如果懂，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不会造成别人困扰的人是很受伤的。负责任的人有他的受伤，他付出很多，但是我们却常常在长大之后羡慕这种人，鼓励这种人，把这种人尽可能的利用这种人。对，我这样讲不是说在批评，但是我的意思，我们真的如果不懂一个生命的形成是需要很多的代价，有可能它是最孤单的地方，而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好。如果是这样，要怎么样得医治？对我来讲，只要你开始知道你在哪里埋葬你的渴望，你就会在那个地方遇见神。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带他去看到那些枯骨的时候，其实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去看到我要让他们活过来，不是他们做了什么我要让他们活过来，是因为他们绝望，我是他们的主，所以我要让他们活过来。你要去宣扬，你要去告诉他们，神要让你们活过来。哇，这是一个好大的应许。这个应许一直来到耶稣基督，他实践在那时候的世代跟这个时候，就是他进到绝望的人之处，他不是讲鼓励安慰的话，他是讲医治。也就是说，人在痛苦的时候，你在旁边一直跟他鼓励说，你骨折，但是你很痛，但是我在这里陪你，继续骨折没关系。没有，我知道我不能医治你，但是神可以医治你，所以我不会一直在讲安慰的话，说你不要叫那么大声，那么大声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弱。明明他就生病就很痛，然后他叫了，你还叫他说，你可以叫小声一点吗？我在讲这个夸张的说法，就是我们在很多人的受伤上面，我们在安慰鼓励他们做一些改变跟调整，而不是带他去看到坟墓在哪里，枯骨在哪里。因为神带着以西结去看到这个，是为了要医治，让他重新有新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治好的呢？治好的就是我们很多人的鼓励啊，很多人的安慰啊，加油啊什么的啊。我这样讲没有要批评的意思，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我讲这个不是要批评你这样做的人，因为我曾经走过这一条路。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并没有责怪我自己，因为在我不懂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被对待的。我会的方式就是别人这样对我，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去找出你的好来鼓励你，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可是对我现在来说，如果能够求神让我看到你最深的坟墓，最深的那个枯骨，死得最久的，神的爱就是在那个地方，要让你看到盼望。只要你愿意告诉我，只要你诚实的说，神就是在那个地方与你相遇。耶稣来不是为了让这些很开心做得很好的人锦上添花，他是要让活在深渊里面的那个部分的你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用尽一切的努力要人家看到我们的好，可是当你让人家看到你的好的时候，你却把你的受伤埋得最深。所以当别人看到你的好，当然是鼓掌赞美神，可是有谁会进到你的坟墓里面去看到你的绝望？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受苦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就是要听你的故事，他就是要你带着他去看到那个坟墓。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打开你们的坟墓，让你们从坟墓里出来，带出你们来，领你们出来之后，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这个好大的祝福，不是你打开你的坟墓，注意听哦，不是你打开你的坟墓，是我要打开你的坟墓。这个是很大的祝福。我不会强迫一个人打开他的坟墓，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你不会打开的。只要你愿意说，神啊，我求你来，
他会帮你打开，因为人的倾向是不敢，因为打开看到死人骨头是很害怕的，所以是神主动打开，但是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你要做的是诚实就好。主啊，我不晓得里面放了多少绝望，我真的不知道。求神来打开我的坟墓，求神的爱能够医治，可以释放，可以拯救。我的一个经验是，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是恐惧的经验。因为恐惧的经验，我常常陪伴一些恐惧的人啊，我就说，你说你的故事啊，我为你那个恐惧过去的害怕祷告。你看到什么画面，你跟我讲，我就为你祷告啊。所以有人就会告诉我说，父母吵架，他不敢跑走，因为怕他们打起来。好，有时候拿刀子，所以他很害怕。有的孩子会躲起来，有的孩子会不敢跑，因为他要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他救的。当一个孩子一个弟兄讲到他不能跑，他不敢跑，他在那里剉咧等。我看到一个孩子诚实的在说他内心的坟墓。我就为他祷告，你知道吗？这个弟兄也帮助我好多，因为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好像我也从来没有为我自己的恐惧祷告过耶。就那一年那一次，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就坐在一个地方，我就说：神啊，求你光照我，我想要知道我的恐惧都跑哪里去了。哇！因为是神的，我愿意，但是主动权是我愿意，但是施行打开跟那个都不是自己，因为我不需要去挖它。圣灵就会感动我，就看到开始像播电影一样，就很多害怕的画面、恐惧的画面就跑出来了。那次在祷告的时候也哭到不行，我就觉得，天啊，原来我都告诉自己没关系，我都告诉自己过了就好，过了就好。可是那恐怖经验其实都在里面，是没有人了解的。可是神打开的这个坟墓，是因为他要医治我。所以一个面向一个面向，你会发现，哇，我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出自我的感动跟经验。我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你有黑暗的经验，你有绝望的地方，你听到自己的或别人的，请你不要想要当改变或医治者，我们只是陪伴者。我们就像以西结的角色一样，我们可以宣告上帝的医治在这个当中。我们没办法医治别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大能要展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起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诚实。第二，要愿意得着医治的心。过去你看到的时候，都会自己努力嘛。所以很多人告诉我说，我知道了之后，然后要怎样的时候，通常都是落入以前的方式，就是我知道了，那我要怎么样去改变嘛？可是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千万不要去改变，因为神的爱要医治你，你改变了，神就你自己强迫自己改变，你就得不到医治了。所以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没有鼓励说，其实你不孤单啊，你很好了，你很棒啊，你很勇敢。我没有这样讲，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知道你很害怕，但是神要医治你，我要交在神的手中，就这么简单，我愿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听到他的故事，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下午会谈到这个医治的祷告，我要做什么？有的人连用祷告都可以命令上帝，命令对方，安慰对方。叫他，比如说神啊，他很焦虑啊，你让他不要焦虑啊，你让他不要想那么多。这种祷告都指挥上帝，指挥对方。为什么你要指挥呢？他得医治，他自然就会好啊。你在怕什么？所以没有然后。对我来讲，听懂了就直接成名，没有什么然后，就直接成名。愿意得着医治的心是很重要的。第三个，看见自己的缺乏而不是缺点。这一点我特别要讲，我们很容易看到缺点就一直要祷告要改变。你听到别人忧郁就想要让他不要忧郁，嫉妒就不要嫉妒，自私就不要自私。这个祷告大部分的人遇到都是会要牧师这样祷告，我都说我不做这种祷告。很多人会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我觉得我常常都很自私。我说我没办法为自私祷告。他说你是牧师。我说对啊，但是我可以为了一个
受伤的心灵变成自私而祷告，我可以为那个受伤而祷告，求神医治。好，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她说她很自私，她常好的东西都自己藏着，然后呢，她不喜欢这样，因为她说她是基督徒啊，要分享啊。可是她有一个本能，就是好的会先藏一份起来，然后比较不好的再拿出来。她自己觉得不对耶，这样有点自私。她说牧师可以为我祷告改变一下吗？我说没办法，但是我可以听你的故事。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你如果看得到坟墓在哪里，神会打开那个坟墓，会让你得医治。我就问她说，你从几岁开始会藏好的东西？她说从很小就学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她爸爸是一个很海派的爸爸，都想要做面，不是做面子，就是做给同事朋友看，说他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人。所以只要有同事或亲人带着他的孩子到他们家玩，他会命令他的女儿把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然后玩到后来呢，要走了一定可以带一个纪念品，就是你喜欢哪一个自己挑。然后那个小女孩就一直在等着说，那个最爱的不要把我挑走，不要挑走，就被挑走了。她抗议无效，抗议无效。你想想看，一个孩子几次之后，他要怎么做？他说他学乖了，爸爸说把你的所有的玩具拿出来，他一定会把最好的，他最要的几个先藏起来，然后再拿出次好的。然后你要选，我虽然有时候选到还是我蛮喜欢的，可是心不会那么痛。当我在听他的故事的时候，如果你听得懂这个故事，你会说他是自私的吗？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说，你听见自己的声音了没有？你再一次的跟我讲，你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她说我是一个没有人保护，没有人会为我争取，甚至会剥夺我的好去满足别人的一个孩子。他其实说这个的时候，他听到自己的坟墓，他知道自己里面的绝望，他不敢奢望爸爸会替他保护，他开始掉眼泪。医治就是在那个时刻，没有其他的好的时刻，就在那个时刻，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让他的坟墓可以掀起来，然后那个受伤的孩子被听见，被听懂，我就为他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主的爱要医治我们。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要努力把自己最好的呈现出来，是要诚实的把我们的完整，包括我们的好跟我们的缺乏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的灵感动我们。就像那一句应许的一样，我打开你们的坟墓，领你们出来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我要把我的气息吹进你们里面，使你们再活过来，让你们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我说了，一定实行。我上主这样宣布。我渴望这段的经文成为我们很诚实的看到自己的需要，很诚实的遇见神的一个经文，就是你不用担心你挖不到什么痛苦的事情，因为神会把你带出来。神会把你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他会负责把你医治，他不会把你晾在那里。很多人在心理学的领域里面你说没关系，你说说出来之后呢，哭一哭，说那个小女孩很孤单，然后说你回去好好爱自己。怎么爱啊？有一个人说，我就爱不下去啊，因为我就是受伤的那位，我怎么爱得下去？我告诉你说。我说你找到了之后，你不要靠自己，真的不要，你就诚实就好。你说神啊，我没办法，求你来医治他，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渴望这样的生命，每一个人越来越诚实，然后在我们的困境中，可以得到神的爱来医治我们。那这个爱呢，会让每一个生命活过来之后，会连结的，它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得到哦。就像他看到的那个
意象，它是会一个一个连起来之后，它会成为一个军队耶。我很渴望看到的，你可以有能力去看到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白骨，但是他活过来之后，他就会开始跟旁边的人连结，然后他会成为一个军队，是神所拣选的军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希望这样的看见也先从我们自己开始。那我要带大家做一个祷告的时候呢，我希望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都能够遇见他，就在这个时候都能够遇见他。每一个时刻我们诚实的时候遇到的面向不一定一样，但是就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就在此刻。他要带你看到什么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渴望神的爱跟医治会在你诚实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坟墓。有人跟我讲说他内心的坟墓好多，他像一个坟场一样。我说连满山满谷的白骨他都可以让他活过来，你在怕什么？就算你埋葬希望的地方很多，但是神一定有办法让他一个一个活过来。我们就来诚实到神的面前，不是自己挖，不用自己挖，我们就诚实啊！我来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好，请我们眼睛闭起来。不管你已经是基督徒或还是慕道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所创造，都有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在成长历程中，可能我们受了伤，受了委屈，有可能是被迫的，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强迫自己失去的。这些绝望不是一天造成的。当我们开始跟自己讲没关系，我会努力，没关系，我可以靠自己，这些语言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埋葬自己希望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是从几岁开始在埋葬我们的各种希望。我们叫自己要坚强，我们要靠自己努力，我们不要依靠任何人。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坟墓在埋葬我们过去的希望，但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看到，就算是满山满谷的白骨，主上帝要问你，你相不相信我可以让你活过来？他的话不只是要对以西结说，也对我们说，你相不相信我可以让这些白骨枯骨可以活过来？不要用外在去比较自己的好或别人的好，不用去说服自己我已经比别人好很多了，就是诚实。我们求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主导，打开我们的坟墓，因为耶和华上帝要进到我们的坟墓里面，带我们出来。主耶稣，当每一个在你面前诚实的孩子，你没有轻看我们的内心，我们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怎么赞美我们或否定我们，但是主，我们内心的战场你都知道，我们内心里面埋葬了多少的死人骨头，我们多少的渴望埋葬你都知道。求主你照着圣经的应许，你打开我们的坟墓，因为你的爱已经预备好，要让这些枯骨可以活过来。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掩盖，要把它盖得更深。因为主，此刻就是医治的时刻。我们要在最深的绝望之处与你相遇，我们要在黑暗的地方看到光。主，这是在代降节里面最美的一个礼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等待的就是那个光，我们在等待的就是那个盼望医治，我们在等待的就是那个从来没有被了解的内心的坟场。主耶稣，求你来，就在此刻，让我们经历到那个活过来，不在明天，不在将来，就在此刻。主啊，你的恩典就要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得医治。谢谢你，主耶稣，不断的邀请我们
不断的要我们可以诚实，让我们经历到再一次活过来，我们就知道你是上主。谢谢你，主，我们真实的知道你就是那位生命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